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4月7日公视台语台的暗新闻，我是陈怡珍。咱先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访问台湾，强调要拼紧武器交换，嘛协助台湾军事训练。中华一个民众因头路互诈骗集团关起来，押去银行领钱，加在银行行员发现报警察，抓到诈骗集团2位成员。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访问台湾，今仔日和总统蔡英文见面。蔡总统感谢美国国会透过立法做到确保台湾安全的保证。那麦考尔嘛强调讲，会尽全力拼紧，甲买好台湾的武器经交换，嘛协助台湾军事训练。Woman, I Taiwan. 用中文大声讲，阮爱台湾。美国联邦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考尔带团来台湾，总统蔡英文7月中到特别线5言款台。总统是讲，美国国会是推动台美关系关键力量。伊即届过境美国，则拄甲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见面交流，真感谢贵宾用行动展现对台湾的坚定支持。谢谢美国国会透过跨党派的合作，以立法的方式实践对台湾安全的承诺，纳入多项强化区域安全合作以及支持台湾提升防卫战力的倡议。And as the 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Chairman, I sign off on all foreign military sales, including weapons to Taiwan. And I promise you, Madam President, we will deliver those weapons. 这场参会时间点，就伫中国宣布3天的宽台军演。麦考尔表示，美国国会会尽力加速武器军售交付，美国原来提供台湾军事训练的协助。副总统赖清德认为，美国肯定台湾的民主，面对中共持续对台湾军事威胁，咱爱国较团结，未放弃主权。未来呢，我们一定要团结合作，守护台湾的主权，确保台湾的民主、和平跟繁荣持续发展下去。蔡英文讲，期待台美持续加强安全合作，并且在台美21世纪贸易倡议架构下，双方完成更较侪谈判。台湾人民热爱民主，追求和平，会持续甲美国以及理念瓦近的国家合作，共同捍卫民主自由的价值。记者综合报道。来看2024年总统的大选，国民党的人选也未确定，拍算要用低调的方式。国民党的党主席朱立伦表示，现阶段拿赢爱先团结，后一步就要甲毋是民进党的拢靠做伙。若鸿海创办人郭台铭表态要参选，有媒体问讲，伊敢会甲朱立伦挺头出来选呢？郭台铭直接讲无可能。若朱立伦嘛批评讲这款话实在是乌鲁木齐。2024总统大选，国民党推派什么人出来？定调作业由原来进行。早起，党主席朱立伦表示，现阶段是整合拿军团结做伙，后一步是火力大团结。面对传出有可能甲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形成贵族配，朱立伦谴责放话人乌白讲，造谣中伤、胡说八道。凡是放这些话的人，都是要破坏我们整个国民党的团结，破坏蓝军的团结，破坏我们最后胜选的机会，我们都予以谴责。已经表态参选的郭台铭，早起出席活动的时无接受访问，面对媒体追问，是以多谢回应。也毋过，访问到敢是有听过要甲朱主席搭配竞选，伊真紧回应。让我们做一下，让我们做一下。不可能，等薪不够吧？好。黄国祖可能人选的新北市长侯友宜传出会派官员去美国做先遣部队，再去出席活动，伊回应新北随时会到各国一地交流学习交朋友。面对贵族配传闻，伊表示朱主席会扮演好无私无我的总教练角色。他一定会凝聚所有大家的共同的力量，来面对国家人民，做出最好的选择。已经表态参选总统的民众党主席郭文哲，7月尾仔坐飞机前往美国，展开21天的访问，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喊出要整合包括伊在内，形成火力大团结，伊直接吐槽。就反对这种口号，其实有本事就去整合民进党嘛，对不对？我还是反对这种两极对抗。台湾已经大概30年都陷在这个泥淖里面的。这个应该是该走出这个泥淖的时间了。
即摆国问题访问美国时，自由台湾对话之旅，伫面临国际上中美对抗国内拿捏恶斗的局面，伊希望台湾民众党作为第三势力，会当带予台湾上大生存空间，甲世界各方建立对话平台。记者综合报道。又有民众因头路说互诈骗集团关起来控制行动，来看中华这个民众毋若变洗钱的人头口座，各互押去银行替诈骗集团领查仔钱。加在银行行员发现，经报警察甲救，嘛抓到诈骗集团的2个成员。警方赶到银行，甲诈骗集团4次的嫌犯围调的。另外，穿深色的衫坐伫椅仔的民众，都是去互控制行动线销的被害人。伊甲警方表示，本来是敢若找头路，说互诈骗集团加紧8天，好甲在警方赶到银行，被害人才会当重新得到自由。那他们也发现这个户头啊，在来提款的时候，提领这个大额的一个金额的时候啊，发现有异常，那立即通知我们。分局啊、派出所还有我们侦查队同仁前往查证。警方调查，线销被害人3月初应征桃园的建筑工人，虽然顺利找到头路，不过一个开始是互诈骗集团带去洗车场工作。3月中，伊方要求去银行开户来转薪水，不过寄金铺提款卡甲印拢爱交公司。听后月底领薪水，发现户头内底竟然有200万，伊感觉奇怪，想要逃走，说互诈骗集团抓到，互因修理搁加紧。他就被控制住在日租套房里面。那这段期间一共有8天，包括他的一个手机对外的一个联系的方式都被控制住。警方表示，被害人互人加金期间，各互带去台南一间银行领190万，4月初到中华园林搁要领170万。警方接到银行即时通报，赶到现场，掠到这个姓池加姓田2个诈骗集团的成员。询问了后，伊才违反伤害诈欺洗钱防治法，也有组织犯罪防治条例罪嫌，移送中华地检署侦办，并扩大追查是毋是也有其他被害人。记者综合报道。花莲丰滨乡透早有一台旅行车甲客运公车相撞，公车全并落去山脚，车顶有2个旅客摔出去，其中一个送病院救无回来。旅行车的车头嘛规个猫落害去。若这件事故拢总有1个人死亡，5个人受伤，详细因端要该调查。再上他。救援人员将受伤的人为边部吊起来，刷落来送医。会当看到大客车翻倒伫边部，消防人员动用破坏器材救人。车尾早起7点外，这台花莲客运甲对向小客车伫台站1线丰滨乡丰滨村永丰路的路段，47.7公里的所在坠落。大客车冲破路桥护栏，摔入边部，车顶2名乘客也摔出去烂沙坝顶，一个人送医不治，小客车车头也严重受损，事故造成1死5伤。在搜寻的时候是在那个蓝沙坝中间掉下去了，然后呢是由特搜队人员救出。我在坐车，然后突然这样车就撞到，然后就往旁边开，然后就翻倒了。这件事故造成客运车顶6人，1人死亡，4人受伤；小客车顶2人，其中1人轻伤。花莲县长市政府取消行程，赶去现场观察，随后去病院探视受伤的人。花莲客运表示，拢有保险，第一时间也有到病院慰问。慰问金的话，如果只是轻伤，我们都会大概包个2000块啦。对比他惊的啦，我也跟他讲过，这个肇事责任明确以后，我们后续都会做处理。警方初步调查，技术是小客车驾驶无注意车前状况，造成客运司机闪袂赴，2车发生对落。不过详细原因也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以色列第2大城特拉维夫，初7有人超工赛车乌白浪，致使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拢是外国观光客。警方表示，这是一件针对百姓恐怖攻击。攻击事件发生在特拉维夫一个游客组织的滨海欢呼步道，凶手驶白色轿车一路冲路，造成1个人死亡，7个人受伤。了后，车并倒伫草皮仔顶，附近警方真紧出动包围，看到凶手疑似要加逞行凶，随先将伊断死。现场民众是真惊吓。We heard gunfire. We saw shots, and then we saw people sprinting across the street, and then we heard sirens, and we decided it was time to get out of here. Yeah.
Pretty scared, honestly. 警方表示，遇害死者是意大利游客，其他7名伤患是3个人中度受伤，4个人轻伤，拢是来自英国甲意大利的观光客。凶手是45岁来自加比尔的以色列巴勒斯坦人，当局认定这是一件针对平民的恐怖攻击。那伫迄天较早，约旦河西岸的以色列占领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对占领死亡，母亲受重伤，因是英国甲以色列双重国籍。案发了后，总理纳坦雅胡指示动员奥比警察甲国防军加强应对恐怖攻击。目前当时伊斯兰在解决犹太人的逾越节假期，甲西方复活节，时机敏感。几天前，耶路撒冷伊斯兰圣地阿格萨清真寺，才爆发以色列警察甲巴勒斯坦人的冲突。七日，黎巴嫩武装分子向以色列发射大量的火箭，更加引起以色列报复空袭黎南甲约旦河西岸。七七克换各方拢展现准则，情势有较降温。几点钟了后，刷过发生汽车冲浪攻击，外界烦恼区遐情势阁升悬。公司新闻是非常便宜。镜头转来到国内，台南仁德有一个家具回收厂，昨半暝熊熊着火。因为插头碰撞熬着火，所以火是一声就断开。隆重出动23台消防车，48个人才甲火拍发。那着火原因还阁爱查。顶甲敢若山的废弃物着火烧起来，七八半暝12点外，台南仁德区清洁队边仔的废弃家具回收场发生火警，红色的火光从天顶照光，乌烟嘛伴着大火一直冲出来。所以拢是咧查木材物吗？现场等着大量的木材碰撞顶真熬着火的废弃物，造成火势真紧就拖出去。规回收场陷入火海当中，着火面积初步估计大约500平方公尺。消防接着通报出动23车48人到现场拍火，因为现场两边同时阵着火，消防需要先全力灭一边的火了后，才会当轻易拍火主动脱烧。第二面有货柜屋，那我们已经有派水线去防护。那在第4面是河流，那在第3面呢是这个农田，所以没有扩大燃烧之余。火势到2点半左右才微调的，无阁向外扩散。环保局人员嘛到现场关心状况。初步研判也可能是因为天气也比较干燥啊，那所以有这个发生这样子的一个状况。那目前消防队也在灭火当中，那我们会协助消防队这边如果有需要机具的话，那我们会来调动。环保局强调会全力配合抢救，加在这场大火无人伤亡，但起火原因敢真正是天气伤过干燥，搁要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陈环宇、柯建俊台南报道。南部的水情内斗，高雄小港就好心的地主，家己牵管接山水，互民众免开钱就通灌水。那工业用水的部分，安平再生水厂月底供水量要加定倍到2万吨，应用台南科学园区用水的需求。新满一桶水了后，水管随甩到另外一个空桶继续渗水。高雄小港区一位好心的地主，当年为4-5层楼悬的沙轮接沙蛇水落来，互民众提水。伫水井接来，这个时阵吸引真侪民众摕桶来排队渗水。欠水就是做细港啊，大家拢来载啊。有诶，搁载长的，若拢照常伫遮排吼，我著排过到伊头。阿公阿嬷食来来将水搬上机车载走。南部水情严重，部分民众设法另外找水源，毋若民生用水食力。科学园区用水需求也真严重。行政院长陈建仁等人车马路人台南视察安平再生水厂，答应再生水厂数量会增加到16座，佮扩张现有规模，希望实现多次循环用水。未来整个再生水全国的在现在计划的供应量会从每天大概32万吨，会增加到62万吨，会再倍增。这些基本提到的这一些海水淡化的这个努力，我们未来继续加强。3月底正式启用的安平再生水厂，是伫永康再生水厂供应南科高科技产业的第2水源。不过因为南部落雨状况无好，预定4月底起，逐工供水量会为第1阶段的1万吨增加到2万。就此降低南科下出来水需求，希望对台南水情有小可补助。记者综合报道。
已经办第5年的企业射箭联赛，今年同款是6个企业队加上国家青年队。除了奥运、亚运的国手雷千莹、潘家武，佮有去年全中运的金牌黄立成嘛加入。一寡先辈甲新将斗阵车拼，要提升射箭的实力。9分，毕竟杭州亚运争取巴黎奥运积分。女子反曲奖国手雷千莹，平时拢伫国训中心训练，也毋过企业射箭联赛开赛，伊会登去舞队新北凯撒射箭队效力。去年新北凯撒摕到队史头一个冠军，伊今年下届同齐入选杭州亚运国手戴维宪，带领国家河顶新秀向第2座金杯迈进。不管是比赛也好，不管是企业联赛也好，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大家新的一个挑战。大家会把自己的状态准备到一个最佳的状态，然后大家互相去切磋，互相去琢磨，然后让自己得到一个很好的提升。像现在观众这么多，也都是非常兴奋。开幕式正港头一摆伫新庄体育园区的草皮进行，现场的风一阵搁一阵，是考验也来累积经验。只让他们试射一趟，在适应上他们可能要更绷紧神经，所以这对他们来讲不仅是考验，也是一个好的体验。协会认为，老将新秀互相竞争，提升实力，和台湾射箭会当伫国际上出彩出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中市2018年举办世界花卉博览会，本地做300万张刻名的花圃悠悠卡，却因为前台中市长林佳龙无连任，市府甲和厂商有纠纷。所以有100万外张的卡片无分出去。后来市府解决争议了后，即马决定要甲卡片拢分出去。不过即届就无要刻名，有民众讲安尼死就无意义啊，规气卖分。发表会上公开回博卡的图样，吸引真侪人的目光。2018年台中回博期间，总共制作了300万张回博记名的悠悠卡。卡片背面也会印上申请人的名。前台中市长林佳龙当时也佮讲，回博卡伫咧回博结束了后会转做市民卡，但是后来因为甲厂商合约问题，还佮剩144万张空白卡片无发出。2年前市府解决合约的问题，今嘛要互当年无领到回博卡的市民申请来领。我们是用现卡的就是直接发放这样子，那所以也不会再印上这个姓名，然后那它所有的功能就是跟现在一般悠游卡的功能是一样的。不过，今麦要发的回博卡，甲当时的设定无啥共款，除了毋是记名制，转做市民卡的计划嘛，因为市场换人无搁规划。交通局表示，今麦回博卡就敢若有甲一般悠游卡共款的功能，但是民众认为，如果是安尼，申请就无什么意义。如果用途都差不多的话，其实干脆不要发，比较就是我就觉得没什么意义啊。刷落来为4月10号开始，会争取办3个月，看领出的状况，佮再决定后续是毋是继续开放申请。记者台中综合报道。4月11是世界帕金森日，照着病几率推算，台湾大约有5万到10万的帕金森氏患者。虽然目前无药啊通医，不过医生嘛是呼吁患者同款爱食药啊。嘛会当拍太极拳改善镜头。70外岁的詹先生15年前双手会颤，行路正细步，佫定定会跌倒，互医生诊断是帕金森氏症，好甲在及时用药物治疗，佫逐工维持2点钟的运动复健，即摆行路的步伐正稳健。接触到这个帕金森之后，才知道说原来有这么多人啊，所以后来就开始运动啊，让它缓和一下。医师表示，帕金森氏症较会发生伫60岁以上的长辈，是一种非遗传性神经退化疾病。较接看的镜头包括手脚会颤、四肢硬正、行动正慢、甲平衡障碍，目前也无药物通治好。啊，不过最近咱国内引进上新的医疗技术，用免开刀的心波刀，也就是自照超音波烧灼术，会当阻断产生会出的神经回路，减轻患者出的程度达到90%。目前的这个神波刀呢，其实是利用超音波，然后聚焦产生热能。那可能我们可以在某一个特定的会引起我们手颤抖的那个神经核啊，然后可以在大概50到60度的时候可以把它烧掉。医师指出，目前医界对帕金森氏症发生的原因并不清楚。若做依照情形落来推测，台湾差不多有5至10万的患者。
意思是讲，除了规律用药，也当透过太极拳这有氧运动改善镜头，延慢病情退化。记者综合报道。天气玻璃灾，做回来看明仔载各地台温度。北部地区15度到24度，中部地区15度到25度，南部地区17度到26度，东部地区15度到24度。外岛地区11度到22度，各有未来3天的天气。感谢你收看今仔日的 AM 新闻，稍等下请继续收看《青春安尼帮》，明仔载同这个时间，咱再会。